妈祖婆在台湾人的心目中，一直拢是上亲切、上慈爱的神明。伫个400当前，妈祖婆对汉人迁徙来到台湾，为早前是专门保庇讨海人的海神角色，即马演变做保护国家、保护人民、保护大家拢平安顺遂的神明。会当讲，妈祖婆是台湾即马上受到信任的神明之一，伫咧台湾人的生活当中有占正重要的地位。咱台湾人是安怎咧敬重妈祖咧？对于当年的3月小妈祖，就会当看出来。便若旧历3月，台湾渭南到北，每一个地头、每一间妈祖庙，拢有属于家己庆祝妈祖生日的方式。是自己一个人吗？当时怎么会想要来走？因为心情会很好啊。因为有妈祖的那个保佑，这样对啊，跟着妈祖到处看风景啊。3月23妈祖生，这个对台湾人真重要的日子，即马嘛已经闹得甲世界出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咱拢知影讲吼，这个12月25是圣诞节，不过敢知影讲这个3月23是谁的生日呢？就是咱台湾的天后妈祖婆的生日。讲到妈祖真济文化，点点滴滴，今邀请到内行人来到咱现场要开讲。今日来宾哦，会当讲是有几啊位啦，有3位妈祖，也有3位内行人来到现场。头起先来介绍2位内行人，头一位就是咱的民俗研究专家，咱的温宗凯，咱的温老师，老师你好。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要邀请的就是伫咱中华在地非常厉害的导览老师陈俊达，咱的陈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全国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一位呢，咱的第3位吼是咱西的复兴宫的执行长林礼静老师呢。那确定啊，咱再来甲伊欢迎。咱一开始要先来请教到咱的温老师，我甲你真正是太熟悉啊，吼，嘛甲你2个是太熟悉啊。既然熟悉，你拢是拜妈祖大汉的，先来甲恁考平安符安怎拗？哪拗哪回答我的问题吼？来，平安不要紧，迄个平安符吼，因为咱这拗落去，这节目就结束啊。对啊，不要紧吼。也当然啊，你会当哪做哪回答我的问题啊，就是讲吼，听讲妈祖迄阵啊得道做神的时阵吼，就是差不多是20桶火啊，尔。因咱台湾人拢家叫做妈祖婆吼，等于讲拢是甲人叫较老啊啦。吼，究竟讲是这妈祖的这个信仰来到台湾了后，伊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当初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到台湾？其实咱妈祖婆，咱对妈祖婆的了解吼，拢是为这个文献内底吼，尤其是明朝算做较尾期的时暗期的时阵吼，咱看到这个焦姓吼，这个回想伊做这个天妃显圣录吼。伊这个显圣录嘛是为其他吼临世一寡这个家族的一寡资料内底吼去做整理吼，去扩充所以咱会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讲伊的这个故事吼，拢是为迄本册内底来较济吼。民间当然啦吼，每一个所在拢有每一个所在无共款的流传。咱台湾人就是登山过台湾嘛吼，所以过这个乌水沟，所以早期有真侪这个沿海的中国沿海的原乡的这个居民吼，伊可能要移民吼所以就来到台湾请到妈祖来对着咱算做伊的船来到台湾安尼。对吼。你既然讲要拗这平安符，人已经拗煞呢。唔好咁紧，无要紧。好，无要紧，你会当免拗，无要紧啊。已经有一个比赛，你真明显，你也是继续做研究就好啊啦。伊迄是专业的，专业拗的，你继续做研究吼。既然讲到这个妈祖是在咱拢要过这个乌水沟渡海来台吼，就是当然啦，就是讲其实真济讨海人拢会拜妈祖，但是即马拜妈祖就无一定讲讨海，像我。今仔日请这3尊来这妈祖，这拢阮兜的，吼，你通看到迄个完全风格是无共款啦，吼，完全风格无共款，所以其实
在我的信仰当中，我是一个妈祖的粉丝，所以就当讲，伫阮兜的妈祖会当看到一个妈祖文化一个缩影。那当然啦，这个妈祖伊唔是就是讲讨海人拜了后，伊是安怎有一款的转变的？是。咱其实妈祖的这个变化吼，伊的信仰变化，咱即摆拢定定讲伊是一个海神吼，变做一个农业之神吼，甚至讲即摆是一个万人的这个全民拢信仰的一个神明吼。但是这其实是过去咱台湾伫个这个生活的过程内底，因为妈祖婆伊甲咱帮赞吼，咱有啥物需求，咱会请妈祖帮忙嘛吼。伫个这个过程内底，慢慢堆积起来的一个观念吼。实际上，你若看咱这个妈祖的一寡文献，你会发现就讲妈祖伫个成道进前，伊就会晓这个算做求护呢。所以你看早期咱讲这个生活的时阵吼，因为这个登山过台湾嘛，心肝结归元你渡海的时阵，你也有妈祖甲你帮忙甚至你出去掠鱼讨海你可能嘛爱妈祖甲你帮忙，所以你会感觉讲妈祖是一个海神。但是咱伫个这个台湾这个所在甚至定军了后咱开始发展你可能有这个政治顶悬的需要。政治咱上需要就是雨水嘛，所以你看妈祖的这个，伫个妈祖的信仰内底，当然讲妈祖是良女，对吧？伊这个是因为就是良女，所以有这个行云布雨伊会当帮咱求雨所以你看真济妈祖的故事内底，拢会去讲到伊可能是雨水妈伊会使帮这个农民甚至带来这个丰富的这个雨水另外一方面，比如讲咱早期台湾有真济这个。甚至乌龟病所以嘛，即个所在妈祖庙拢有即个赶乌龟的信仰对，比如讲像18庄爷妈祖这18庄爷妈祖，伊就是请到咱即个中华南寮宫的妈祖，来甲咱即个18庄内底来斗赶即个乌龟听讲就是妈祖到位的所在，因只要香一插落迄乌龟就渐渐退线就走去结果就走去甲即个台中的即个海边对，海线迄边就是即个大道龙这遮结果就变做因遐有即个乌龟病，所以因遐的人嘛，佮去请妈祖所以就变做讲大家拢会敬妈祖，就是安尼妈祖赶乌龟有效既然安尼，咱就拜妈祖所以这个所在，就算伊本来有拜这个帝爷公啦、王爷公啦，但是伊伫个生活内底，伊有这种信仰的需要的时阵，伊就增加佮加拜一尊咱这个妈祖婆甲咱庇荫地方安尼。讲到这个妈祖这么传奇要来请教俊达你其实走电影调查走真济你所听过这个妈祖除了就是航海女神以外，你捌佮听过讲妈祖有啥物款共保庇的功能？非常的多，其实妈祖婆除了伊上主上较早。乌水沟过来，所以因为伊是海神。那尾也像咱破主配天宫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就是这个丁惠圣母。丁惠圣母伊这求丁求惠，爱当求子嗣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名气的，在台湾。那也个有比如讲有的妈祖伊特别咧数这个男女的姻缘啦，还是这个生理当中的这个事业啦，还是讲你这个当然嘛，也个有一个真。宗教活动，伊是有带有这种祖先的部分，祖先的这个关怀社会的部分，所以会当讲是妈祖变做是万灵之神安尼啦。像阮兜拜迄阵港口乡的三圣庙听讲专门是需要地怪啦，所以若讲要办迄款阴庙要处理这就要去找港口乡的三妈，因三妈刚刚用断的，就是先来先听这声势，先输一半啦。真的，既然妈祖会遮尔爱兴安尼。这个庙宇是毋是伫台湾是正常在坐妈祖的庙宇其实毋是台湾上济，上济是啥？但是足趣味的，咱会使看一个表就是讲，伫个日本时代，因为日本人捌做过咱这个宗教的这个调查研究伫1918年伊出版的这个资料来看，妈祖排第4名咧。就是讲伊其实伊的这个数量迄个时阵的资料差不多300几间，第1名是哪一尊神明？就是土地公土地公参头参尾土地公嘛，所以伊的庙宇特别济对，无毋对，所以你看咱这个妈祖的信仰，其实伫个日本时代毋是上济另外，这个比如讲王爷咱这个沿海地区其实有真济王爷庙
咱嘛有看到，比如讲观音佛祖，哦，你看咱每一个人，你若是厝里有拜神明的吼，你的这个神明坎仔顶悬，佛祖坎仔顶悬，一定是观音佛祖徛中，吼，啊头前再放一尊妈祖，吼，啊这个土地公加这个灶王公，吼，所以这个伫迄咱台湾社会，妈祖婆一定毋是第一名，伊迄个庙宇毋是第一名的，但是你看哦，咱现代社会吼，伊这个算做增加的数量吼，变足紧的。妈祖后来变做走到第3名才来，尤其伫2022年的资料吼，这个土地公2000几间，啊，咱这个王爷公1000几间啊，吼，妈祖庙已经900几间，但是这拢是有登记的资料，啊，咱知影真侪信用拢是无登记的。另外一方面呢，像进前有讲到，就是讲咱妈祖庙吼，有当时啊是地方伊本来是拜王爷公。拜上帝公，啊拜无共款的神明，甚至有的是拜这个土地公，啊结果伊地方因为有这个需要，所以去请妈祖来，啊请到妈祖来咱遮有当时伊就是用炉主的形式伫轮，伊就无一定有起庙哦，比如讲像咱台中上出名的这个高僧，高僧妈，啊是讲咱这个婚林，六帮妈，六帮妈迄是当年拢有一个新的红单，是吧？吼，啊所以这拢是妈祖会形式啊，吼，迄个形式。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有足侪配属的。就讲伊主神是这个比如讲王爷公、上帝公，但是伊边啊就是配属着妈祖婆。因为有的讲法，比如讲像南部地区就讲迄个王爷公吼，千岁吼，较歹迄查甫神吼，所以有一个妈祖吼，一个女性伫遐吼，会使调和迄个奴性的迄地。算做展现庙宇较主比主神的迄地安尼吼，所以伫个咱看到即个数字虽然妈祖婆的即个数量毋是上济，但是咱会使发现着讲妈祖婆影响力上大。这甲咱头拄仔讲着讲妈祖婆伫个无共款时代吼，伊拢有信用的需要关系，伫伊的展现伊的行为吼会展现嘛吼，啊无共款的时代，你有遇着什么款的困难，妈祖婆拢会去甲你即个记账，所以妈祖婆足特殊的吼，妈祖婆伫咱台湾过去有研究者认为讲。咱台湾是一个父系社会吼，就以查甫人为主体这个形成的这个传统的社会吼。结果妈祖婆这个女性伫个这个父系社会内底吼，互展现出来。这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是对一个母系社会的肯定。因为咱知影这个早期的原住民其实是这个母系社会的嘛吼。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其实伫个这个父系社会，伊嘛是需要一个较柔的、较温柔的吼，较这个算做讲一个女性的力量伫遐，甲咱经杀吼，安尼这个社会的发展才会正常吼。所以妈祖婆伊足特殊的吼，伊会变做咱台湾真侪人信用的原因真侪吼，咱会看会到讲，这就是妈祖婆的一个特性吼，伊展现出伊的迄种甲其他神明无共款的特性安尼。对，啊讲到这个妈祖吼，是人人拢需要伊啦。不过吼，妈祖干那一个人尔，毋过吼，咱看咧庙的啊，像阮兜就是3尊妈祖啊。为什么就是咱台湾的民间信仰这个妈祖的角色，伊会开始摊开咧？比如讲有大妈、二妈、三妈，根据着老师你的迄个电影调查，你捌听到迄个妈祖分到上济妈是哪位啊？妈祖济哦，那个分到8妈嘛拢个有，像咧中部地区就有这个8妈，咱看会到讲这个妈祖吼，其实咱拢会讲妈祖是一个尔啦吼，但是伫个这个民间信仰观念内底吼，灵这件代志，神明的灵吼是独立的。就是讲，伊若是分灵吼，这个灵分出了后，伊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就敢若像你一个独立的人安尼吼。所以伫个这个民间信仰内底，感觉讲，我只要独立一个灵，伊就是一尊神明。所以伫个传统社会，伊可能神尊无遮尔济，可能一尊这个拄仔早来的妈祖尔。后来对着这个时代变化，大家信仰需求愈分愈济，伊调愈济神明去甲愈济人服务。所以伊会用这个。号码比如讲大码、2码、3码、4码、5码安尼来分，但是伫现代社会已经毋是安尼啊，因为
伊可能一开始分到伊就是分到4马，所以伊这个开始发展的这个妈祖婆，伊可能就是以4马为主，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就是讲妈祖无一定叫林默娘，咱无一定叫林默，林娘是一个尊称嘛，那伫个这个台中南屯万和宫，纯伊妈祖就是姓廖品娘，纯这个德山下寮遐伊的这个妈祖，迄个所在请到这个仁兴宫的妈祖来因下寮，迄阵妈祖伊就姓陈。所以伫个台湾有真济这种案例，就是讲咱在生是人，但是呢，伊可能因为有好心，还是啥物款的原因，所以妈祖无甲度，互伊驾灵伫个伊的神尊内底，变做独立的一个新的神尊，一个新的灵，所以伊嘛是妈祖婆，这嘛是你甲咱暗示因为民间信仰无经典的说教，但是你甲咱暗示讲，透过这个情形，你会知影讲，你若在生有效，你嘛是有机会变妈祖，所以这是一个民间信仰定定看到的一个信仰的逻辑。对，所以呢，其实拄则温老师讲到民间其实伊无经典呢，所以有一个劝善教坏功能，只要是万项代志你肯做，你拢未来拢会当称做是妈祖婆。既然讲到这妈祖的故事，会当是讲3天3暝讲袂煞，咱先休困一个，卡定继续来讲。讲到妈祖是无所不能，要来请教到咱的俊达老师。你住伫彰化，哇，迄个彰化南瑶宫哦，人讲南门妈祖经，北门南医生吼。这南门妈祖经的南瑶宫，你真熟悉。听讲这个南瑶宫嘛真厉害，这个妈祖会这会妈会足多，你咱简单介绍一下。哇，这都像咱进前咱等下温宗汉温老师所讲的啦吼。妈祖婆伊是一个，咱所知影伊是林默娘嘛。但是伊未来伊过来拜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咧，大家要来迎请妈祖婆，哇，就变做讲，哇，我即马现主是妈祖婆的金身无较济咯，大家个拢足想要请，所以咧，就来成立着咱这个妈祖会。像咱南庙宫内底咧，咱总共有10个会马，咱分别是咱的老大妈、新大妈、老二妈、兄二妈、姓三妈，也个有新三妈。也个有即个老4马、姓4马、老5马甲老6马，干那伫咱南庙宫内底，就总共有10个妈祖会。那这10个妈祖会，伊有非常大的一个，会当讲是甲咱今仔要讨论的主题最重要的。咱南庙宫头一个会马会叫做金河安圣母会，也就是咱的老大妈会，伊是咱全台湾第一个进香团。伊是咱头一个第一个进香团，就咱像咱着这个咱这个所挂伫手的关顶进香的这个臂章啦伫咧民国53年，这块臂章，伊关顶佫有写着一个物件，就是反攻大陆，胜利复国。哇，这是非常的阮当时的文物啦因为伫咧当下的这个时空之下大家也佫有迄种想法。那伫咧这个妈祖婆的妈祖会当中，伊嘛是共款会有这个顺着妈祖落去进香。那南庙宫的妈祖进香当中咧，伊总共有10个会马，会分做3档会轮流一遍。大马4，大马爱食鸡。2马5，2马爱玩鸡；3马6，3马爱聊 K。佫一个会马咧是阮的新大马会，伊较早是虎爷会，伊是虎爷会。伊这个虎爷会咧，伊逐年拢爱出门，但是伊的出门咧，拢伫咱落水溪的北岸，来接到咱妈祖婆的香担，来护着咱进香上重要的这个香担，转来去咱南庙宫，这就是咱进香上大的这个活动的重点啦。对，讲到这进香其实老实讲啦，真济即马伫咧进香团呢，即个路里。看到我，其实我叫我学长啦。其实我足少年就开始进香，我香期早啦，迄期是我18岁时阵买所以要算起来应该嘛是得要20年啊啦。既然讲到这个进香的一个概念有人叫做什么佫有些个温蒸啦、料景啦、洗景啦、灌香啦，这个概念其实有的是真相共，是咪？想听咱的温老师甲咱解说啊。是，其实他拄啊，这个俊达伫讲的时阵，有一个加强语气的所在伊讲。
进香上介重要的吼，迄个物件是啥？就是香搭吼啊，所以其实伫民间信仰内底，咱看到上济吼，其实就是进香这个活动。啊，若是以进香来讲，这个全台湾吼，甚至讲咱有看到真济大型的活动，也是讲民间这个一寡小庙。甚至出离这个游览的活动，拢甲进香有关系吼。比如讲上大场的，咱就知影讲这个大甲妈，大甲妈伊其实是这个去南下进香，后来呢，因为转去新港奉天宫了后，1987年以后转去这个新港奉天宫伊去新港奉天宫了后，伊才改变成辽境进香，无其实伊是一个进香的活动另外伫个咱这个他拄仔讲到即个本港进香，咱毋是干那即个去本港进香尔，即个南部有真济庙宇拢是真济人会爱去进香的所在，只是讲即个早期即个本港进香足出名，尤其是咱中北部地区就爱去南部进香的，南部进香上大目的地就是去本港，本港。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讲法，就是讲，就是北港朝天宫，因为伊甲这个新港奉天宫有这个甚至牵涉到因早期甚至有这个互动的这个形成的关系，所以有真侪人去本港进香，伊去北港朝天宫，伊嘛去新港奉天宫，也是讲去中华南庙宫进香，这个进香伊就是要去遐开香火，开香火的意思就是讲，我今仔日我这个神明要讲救助，所以我这个神明爱有这个能力，对吧？除了我这个神明以外，我嘛爱有啥？我嘛有兵马，所以有的讲法就是讲，我去进香开迄个香火，就是要卡一寡我的能力转来，我卡迄个妈祖的灵，这个灵会使。算做添新，添新香火就代表我这个灵，就算做有新的灵入来，另外一个讲法是讲，我去卡兵马，甚至甲妈祖卡一寡兵马转来，卡兵马转来目的是啥？当然就是要加添咱这个庙的这个能力，会当服务更较侪人，甚至讲互咱地方更加平顺。伫个这个算做进香转来的过程，咱卡着香火转来的时阵呢，咱嘛带着真侪能力兵马转来，所以你看伊就爱从爱去踅境，伫个咱这个这个社区内底，去踅一轮，去伊这个。甚至伊管理的这个地方，砖头去甲踅一轮，顺呢，对，分享这个邻里，另外一部分，迄嘛是甚至顺迄个踅去甲咱地方扫好清气。所以辽境的意思是啥？辽境其实就是咱神明，咱感觉神明拢有伊管理的一个范围，这个固定的范围内底比如讲是角头，可有的像咱台湾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咱有的角头是有连庄，比如讲有这个18庄啊，6庄、9庄53庄，咱各共款的角头，咱伫个咱的管理的这个范围内底，神明去巡视，去看，这就是辽境运庄，拢是这个意思。所以进香呢，伊趣味的所在就是伊去开香火，伊嘛会说。后来甚至讲大家这个伊大家嘛进香的时候，伊早期拢叫进香嘛，伊后来改一个名，甲辽境起来头前所以有真侪人拢会甲伫个路上看到妈祖啦，还是去进香，就当做迄就是辽境。其实毋是台湾上丰富、上济大型的、小型的，大部分拢是去进香。所以进香才是台湾上济的活动。因为咱感觉这个灵爱加添新的能力，爱。逐年拢爱去添火，添火进火，咱这个香火才会鼎盛。香火鼎盛，咱才会这甚至讲万年香火、万代香火，这个香火才拖落去。这个神明才会管理，也是照顾更较侪人安尼。所以这个进香是甲咱民间信仰迄香火的观念就有关系。辽境是巡视地方比较较有关系安尼。当然啦，进香会当甲无共款的所在，迄个香火啦，遐个能力较倒转来以外，顺续其实嘛真有可能甲迄间庙的妈祖
请到别个庄头来吼，无对迄是真有可能的啊。其实请妈祖，对了，请妈祖，亲像北港就真侪请妈祖嘛吼，就是请北港妈到世界每一个所在拢有一尊北港妈嘛。啊，其实包含啊，我亲像阮搭的港口乡的三妈，港口乡三妈哦，看迄港口乡，迄边拜庙真有遐恐怖，排队爱排几多点钟啊，而且佫三个迄个面烫伫遐烧金的拜庙，有当时爱拜5、6点钟，啊，袂轮到你。所以其实上你通看到迄个进香的过程是非常激烈的。是非常有一个生命力的啦，吼。咱伫南部吼，算做因为我有做这个进香的统计吼，咱看到以妈祖来讲，妈祖进香的算做第一名一定是北港朝天宫啊，那个毋庸置疑吼。啊，第二个部分港口宫，哦，咱的这个本港口宫吼，伊嘛是真侪妈祖庙拢会去迄个所在进香。啊，伊佫较特殊。港口宫的这个进香吼，唔是干那拜妈祖的人会去，哦，伊可能有的可能是王母娘娘，哦，拜王爷嘛去，啊，拜王爷嘛去，因为就像他拄仔你讲的吼，这港口宫的妈祖伊迄个行为吼，伊掠妖避怪吼，啊，所以伊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行为吼，显赫。足出名的啦吼，啊，大家拢希望去请港口宫去地方吼，那当着什么？因为较早拢感觉破病就是有鬼啊吼，有鬼怪伫作乱，对啊，所以伊这个时阵咱爱请着妈祖来，甲咱顺看看，啊，所以港口宫的这个进香算是伫台湾嘛是足出名的一个中心嘛呢。对，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咱若是观众朋友啊，今仔想要去进香的时阵啊，头起先有啥物几点爱注意的无？哦，爱注意的，比如讲各间宫庙伊的传统可能较无共款，咱来讲大家嘛，伊就可能有起码完了后，伊就袂当食草的啊啦吼，就爱食菜，伊伫甲伊徒步去甲即个新港奉天宫拜祖了后。吼，这个祭典大公祭典结束了后，伊才有开车。吼，啊，咱若是白沙屯妈祖庙嘛是共款。哦，这个伫咧进香当中，伊敢若这个放头旗了后，伊就开始就无用这个无用车的啊。吼，对。那若是咱这个南庙宫咧，南庙宫的部分彰化妈祖，咱来讲目前中部三大妈祖啦吼。南庙宫的话咧，伊是伫咧农历10月15祭天台，吼，这当中吼啊。确定日子了后，伫咧妈祖庙要来去进香的前3天，伊共款个递一遍天台，吼，迄当阵开始就无食草，爱食素，所以阮中华素食店真济，哦，拢非常好食。过来咧，伫咧妈祖庙出门要出门之前，阮会起王炉。好，阮会去王炉，就是即个香搭，即个香炉。哦，阮叫做起王炉。起王炉了后，咱南庙宫的进香的即个香团，就拢开始拢食草咯。对，但是伫即个进香当中咧，即个草啦、素的部分爱去注意之外，过来吼，咱所知影的是进香爱炸啥？爱炸进香旗。这个进香旗咧非常的特殊。这个进香旗咧，伊通常关顶会写着这间宫庙，倒一间宫庙，倒一尊神明，然后咧，你就会当来去这个挂着这个主神的这个平安符了后，挂着平安符，当着圣母的印感了后，这支你要缀妈祖出门的时阵。你爱摆好了后，摕3张香，甲圣母讲啊，妈祖婆，我叫做陈俊达，啊，我要跟随你往本港进香归工，吼，啊，麻烦你来保庇着我这边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成功了后，来烧着香来甲插落，烧着香炉烧3轮，这个妈祖婆咧，伫五行当中是这个灵旗关顶。就会来派着一名兵将来甲你护持，互你一路平安顺遂。当然啦吼，这香旗真重要哦吼。咱若入去便所啦吼，都莫甲插入去。你总袂当你去便所的时阵，有人看你咧便所，安尼可能较失礼啦吼。对，所以这个香旗登去了后，共款咱进香结束了后，吼，咱共款登来甲咱的主要的庙了后，共款来甲妈祖婆禀讲，妈祖婆现主是我随你进香已经圆满成功咯，吼，我现主是兵将来派行李，吼，共款个顺时钟，个绕3圈，这件香旗咧，咱就会当炸等于厝的，甲放喺厝的清净的所在。有的人若是无这个神明厅，比如讲你电视柜啊关顶啦，还是清净的所在，拢可以来甲安置，安尼就可以咯。
还有一点吼，我唔知影嘉豪哥哥还是阮老师会做这样代志无？对，要进香进前，恁会靠军无？伫厝里啦，哈，嘿，伫厝诶靠军。那伫咧厝诶靠军吼，有诶人像阮老师若研究山顶即个上帝公诶信仰，因有诶是传肉酒。哦，有诶咧，若是咱中部有诶人是传即个便菜饭，有饭、白饭啦、汤啦、菜啦，上重要爱有啥？爱有烧酒。哦，爱有即个烧酒，而且我若像我咧靠军靠将的时阵啊，我若烧酒倒落吼，好，迄规个心情都拢好起来，敢若平马吼，规个拢食甲足欢喜的迄个感觉安尼啦。嘿，所以吼，即个靠军最重要。那靠军关伫咧靠军当中吼，拢会传到一个即个金纸。这叫做新甲马，有诶叫做新马，有诶叫做甲马。伊关顶咧，都有即个马的即个。马即个图样，哦，还是有即个骑马，有即个将军等等的物件，爱来画即个来当做即个即个兵将的即个所费，还是即个装备安尼啦，是的。对。也讲到即个妈祖内面有真侪眉眉角角，要安怎了解到妈祖身躯边佫较侪文化呢？咱先休困一个，确定继续来讲。有人讲，做一个台湾人，一世人上少嘛会去对妈祖绕境一摆。无论是南北走400公里远的白沙屯妈祖，也是当年拢超过50万人去参加的大甲妈祖，甚至是草地所在家己闹热的妈祖，只要对妈祖婆绕境行一摆，就会当对过程当中感受到无形的力量甲感动。要到圣庙来，伫厝食3工菜，靠军嘛靠3下。哦，是哦。靠奖呢。哦。对。若像要向咱甲妈祖请啊，妈祖有飞鸟来，弄圣庙桥骹，比如就是讲，咱的家内有倒一个温较深，就是讲温较无水啦。圣庙日子跋好，要进香日子跋好，就来甲圣庙请杯。圣庙，阮要来弄你的桥骹，甲阮解运也是补运，吼。圣庙欢喜无？吼，可以妈祖好饮杯，再挂这金纸要处理的金纸偌济，妈祖还未出发进前，先处理转这金纸，咱去2顿啊，这全家8字才有摕来圣庙金炉化。无差，即马大家讲对，弄圣庙桥骹是足有感应的吼，但是以前的人较遵守规矩啦。因为吼，这妈祖的信仰吼。带给大家足稳定的力量。我感觉妈祖婆对我来讲，就是一股暖流，它就是爱。对于我来讲，妈祖信仰是一个共同生活记忆内底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你的阿公阿嬷做什么代志，你嘛教互你的囝儿婿婿。所以就是为阿公迄辈，为甲恁老爸这辈，甲你这辈，未来有较唔捌的做囡仔辈、少年辈，你嘛是甲这个名传承落去。这数百年来，咱台湾人对妈祖的信仰一直拢无改变。妈祖婆绕境所留落来文化，嘛对咧一代传过一代，若保存着咱祖先的传统，嘛留下上特别的记忆。在这段今仔日有有缘邀请另外一位的内行人，也就是咱西丽福兴宫的执行长林理静，咱的执行长你好。大家好。一开始先来请教到咱的执行长啊，就是讲，咱定定讲这3月小妈祖，事实上其实妈祖的香旗是以妈祖生前后拢是妈祖生的香旗，也毋过吼，伫咧西丽福兴宫较特殊哦。听讲恁是伫咧秋季才有即款的这进香绕境的活动，敢是安尼？对，因为咱拢知影讲妈祖婆有2个节气，春秋2季。吼，春天一个就是咱的妈祖生，伫秋季的部分就是伫咱的9月初9妈祖回升的日子，所以伫这2个日子是咱妈祖庙同重要的一个庆典的活动吼。因为福兴宫这边较特色的，就是讲咱伫秋季较开始咧绕境，这交咱的地方是有上大、足大的关系。咱西丽这边是咱的农业社会吼，拢是种种产的，种产啊，种菜。
迄个时阵，咱以往永春拢有一个休耕的时间，吼，就是第一季佮第二季的树啊收起来了，爱互土地先休困一下。啊，这个时阵就是咱休困，遮农民嘛是伊休喘的一个时阵，土地啊休喘，人嘛爱休喘，吼。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时阵，就是讲咱妈祖婆伫这个时阵呢，出去行，啊，人民较有法度，咱地方的民众较有法做伙参与。搁来搁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就是讲，咱伫正月15的时阵，拢会下愿。下愿，甲妈祖婆下愿，讲咱今年度的收成是毋是会当丰收？好，啊，到咱10月15的时阵，就是咱下愿的时阵，就爱谢平安。就是感恩着土地，感恩着生命。好，啊，妈祖婆伫这个时阵出去行，出去看伊的主民，看伊的土地，伊是毋是有丰收？啊嘛，好遮的老大人毋免来到福兴宫，好，伊会当一个足接近的一个机会，妈祖婆去到伊的所在，互伊来甲拜，啊，来甲款待，就是讲安尼今年丰收。伊当然，伊就会当用伊上好的物件来贡献妈祖婆。青草物件捧出来。对，嘿，啊，你会看到伊的香案都足澎湃，吼，啊，甚至就是讲妈祖婆所有到的所在，因都会担着因要来，吼，像因款的物件、款的食物，都来到妈祖的桥前，啊，来遐甲拜安尼。西里福兴宫为什么叫做太平马哈？伫咱清朝的时阵。一个足大的事件，就是林松门事件。吼，林松门事件伫咱伫西里这个所在，伫罗水溪遮爆发一个全台湾性上大的一个战役。啊，因为这个所在是交通南北一定爱经过的所在，所以遮吼演变做一个武术的一个发源地啦吼。咱西里赤坎武术的一个发源地，就是讲。这个移民军呢，组立起来，开始有一个抗争。啊，迄时阵，大家要来平定这个林松门事件的时阵，就来甲妈祖婆祈求，求妈祖婆讲，希望讲这个战役会当平息，吼。啊，真正伫这个所在平息去了，咱后才会受到妈祖婆保佑，这个人就是一直很就是。赞叹妈祖婆是太平妈，好，尾嘛是有叫做平安妈，嘿，这个名称吼是咱全台湾省足特殊的，因为咱的大部分拢会称为妈祖婆，拢以地号名来称呼，大港妈、白沙屯妈、北港妈、吼港口妈，这拢是因为地方迄个名称，较无共的就是讲，西里福兴宫这尊妈祖婆叫做太平妈。福兴宫其实咱也去过福兴宫，其实伊就离迄个过落水溪了无偌远。也安尼在这个福兴宫有啥物款的重要性？伫这条路的顶头。对，咱看到西里吼，其实就是要过落水溪进前迄站。啊，你若是为北部落来，就是过落水溪了后第一站。对。啊，咱知影落水溪是台湾的母亲之河啦。这个落水溪孕育咱全台湾的美食啦，真侪物件拢是为落水溪出来。啊，所以伫个西里这个所在就变足重要。你看他拄仔讲到这个，伊会叫太平马，就是因为这个林松门事件的时阵，这林松门事件是伫个台中大理遮发兵的嘛，所以你看伊一路战到南部，所以来伫个这个过落水溪第一站，这个部分，这个所在就变足重要的，这是战略地位。其实毋是古早时代这个所在重要尔。现代嘛是共款，比如讲较近代你看日本人，这个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阵，伊要南下的时阵，伊第一站嘛是来伫个这个西里遮。你若为信用来看除了妈祖显圣的这个传说足济以外，保护地方的人平安。你看伊若要过落水溪，
K， 咱嘛是爱甲斗照顾。所以你看足侪即个北部的进香团吼，唔管你是搭一间即个庙宇啦吼，你只要为北部来进香的吼，大部分拢会去迄西内福兴宫吼，因为伊即个所在足重要吼。你看，比如讲即个中华南庙宫的本港进香吼，大甲妈进香吼，白沙屯妈祖进香，拢这大型的即个进香活动，一定嘛是拢会来遐遮。啊，你若较细型的吼，有的即个即几年有一寡细型的徒步进香，嘛是拢会来遐遮吼，因为这站太重要的。真哦，交通无方便，所以无桥。一定爱落水，撩溪起来，第一站就是来福兴宫洗脚。哦，所以吼，每一个徒步进香，迄阵真正交通无方便，一定爱撩溪落水起来。上花的一定是来福兴宫，所以因遐米好菜好，煮的物件嘛好食。所以就显得其实就是西内福兴宫其实伊的重要性呀。啊，拄则讲到这西内吼，就是讲咱台湾上介大真侪迄个果菜，就是伫咧西内这个所在吼，伫遐出日子，听讲今仔有炸真侪物件来到现场，是咪当请咱的执行长甲咱一介绍？哦，因为西内地区吼是一个平原，所以是一个平原。所以伊的农产品足丰富的，有水嘛是吼，就是落水溪的水啊，搁来伊的地理环境，所以伊种出来米，搁酝酿出来豆油拢是做有名的吼。因为伫这部分就是讲，咱在地，咱要安怎去结合地方的一个特色，咱经济会当提升，人民会当来到西内观光。当然就会来妈祖庙拜拜，这是咱一个妈祖庙在咱地方最重要一个任务，所以阮会去找这个地方这个产业来合作，就是讲，咱会当开发一寡是因为有咱太平马的形象，摕转去食会当食平安。像豆油嘛是共款拢有这个部分。麻糍嘛是啊，因为咱的地方有出好的米，所以做出来麻糍都是做有名的。所以咱嘛是交麻糍的厂商嘛是讲，有一寡联名的合作。对，要若像执行长啊，其实除了就是对这个就是在地这结合以外，而且其实你真有 idea 想要把这个庙内面真侪这文化文本吼，甲伊保存落来。当然这种是需要正人的拍拼。听讲就是在西内福兴宫也有出一本册，是完全记录着这福兴宫内面的文化，是不是？当简单介绍这册内面的内容？这本04洛阳300年后的咱妈祖堡这。咱福兴宫已经是307年啊，来到这个所在已经徛伫遮已经307年。伫这307年内底有足侪时代的演变，咱的先人嘛是前辈嘛留下足侪文物。阮伫这几年的中间内底，阮甲这个文物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了，向文化部来申请吼，咱会当。甲遮个物件做一个推广，那阮推广的部分有咱的文物馆，甲咱遮个文物先去做一个身份的认定，咱先去申请伊有身份，有身份了，咱就来做一个文化的推广，出册、拍影片去文物馆，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推广讲咱的地方的一个。300几年的一个文物，佮伊的历史，咱要用什么种的方式，把妈祖的慈悲推广出去？有诶可能囡仔，咱就是用绘本的方式出古早的迄个故事册，西内勇士故事册，互因了解讲，咱有一块国家重要古物，就是孝义冲锋鞭，这个是交咱的故宫的翠玉白菜是同款的技术，这块伊的故事是啥？囡仔可能听无，阮用一个绘本去互囡仔了解讲，这个孝义冲锋这个故事是啥？过来更较激烈的年轻人，咱要用什么方式？阮就做行动电源，这个好。
这就是行动电源。这是使的用书，就是咱有一本册，就是迄个绘本，用这个方式去互搁较少年的囡仔去了解讲是安怎，伊看到这个物件，伊会感觉足特殊的。是安怎？毋是艺人，毋是啥物卡通漫画，是安怎？是一个迄个情调的迄个画面吼。所以伊就会去想讲这是啥，伊来问讲这是啥物。透过囡仔的发问，咱就去甲伊讲这个故事。也当然啦，咱拢知影讲社会是一直咧变动的吼，所以其实也亲像咱自头几位拢伫咧讲，其实妈祖伊的身价嘛，渐渐伫咧变动。也今仔日有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平等议题，要来甲小温老师做一个讨论啊，就是讲吼，在进前啊有一段时间，咱台湾伫咧争取到叫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的时阵呢，有一支旗啊顶头写讲妈祖的爱无分异同啦，就是讲吼妈祖的爱就是讲神爱世。啊，神既然就真做世人，就袂因为讲你的性向甲人无共款，神就无爱你嘛。啊，为什么迄个时阵，遮的民间团体、同志团体，因会想要去找妈祖，毋是去找什么王爷公啊？其实这咱之前有讲到一个妈祖最特殊的一个特点嘛，吼，伊的特性，吼，这个妈祖伊是伫咧民间信仰内底，伊是一个女性。另外一方面呢，伊毋是像迄种咱讲观音佛祖吼，伊是佛教的神明，阶数较悬的迄种足关键的迄种神明，伊是伫咧生活内底，咱看会到的吼，就是讲甚至有的姓林的人拢叫妈祖或者姑婆嘛，所以叫姑婆，叫姑婆祖，代表伊甲咱的即个生活吼，足距离迄个足近的，伊毋是讲一个足遥远的一个人，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吼，咱会对妈祖有一个寄托。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台湾的进香文化真正太鼎盛的吼，一世界拢看会到这个进香的文化，所以伊毋是讲一个性别的问题尔，伊毋是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问题这么简单，咱会看到有足侪议题吼，拢想要来甲妈祖合作伙，因为关注的人多，看的人多，你看一个进香。偌侪人参与伫迄内底，所以你看过去嘛是咱嘛看会到讲妈祖嘛反核嘛，比如讲迄个贡寮的妈祖，他也是伊是反核妈祖，所以无共款的议题呢，拢会去甲妈祖算做一个结合，迄就是因为咱台湾人对妈祖有一个足特殊的感情伫遐，咱会认同妈祖，特别是敢若像咱的妈妈，还是讲像咱厝里的是大人安尼，你会伫咧即个过程内底。产生对伊的一寡寄托，你关心啥物议题，你嘛希望妈祖甲你共款关心这个议题，所以迄个时阵，同性婚姻伫即个甚至讲走即个运动的时阵，都有真侪即个性别的即个团体，因就去南教深渊呐，甚至去参加大甲妈啦，就希望妈祖吼，甚至爱。甲因关心一下，讲因咱即摆在咧杀即件代志，嘛毋是这尔吼，像咱头拄仔讲的合适啦，还是讲咱有看到即个福茂，还是对即个迄个妈祖戏，妈祖戏的即个代志，所以你看拢会去甲妈祖有关系，所以社会议题、历史议题，还是讲即个文化性的，知识性的、教育的代志，各方面，而且你看咱。伫个生活内底吼，咱台湾会使讲是妈祖文创做上大的。你看，佫有即个漫画吼，迄漫画佫有连续迄个推出的哦，个戏剧哦，个卡通哦，甚至呢，咱会使看到真侪即个游戏哦、动漫哦，即摆嘛拢是有即个妈祖伫个内底哦，所以即个部分咱会看到讲妈祖吼，对咱台湾人来讲太重要，所以伊的创造性。嘛真济，伊的议题即个文化性嘛非常的丰富安尼。对。我英国定定讲一句话，不管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妈祖拢甲你徛同边。就亲像老师所讲的吼，真侪议题拢想要甲妈祖来做结合。不过，这个社会一直咧变动，在当今的社会，妈祖是要安怎保持伊是天后这款的地位咧？咱先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
讲到妈祖伫当代社会变动，今仔袂记你介绍其他3位来宾，就是妈祖婆，阮家的妈祖婆。会当看到其实迄个妈祖的造型是无共款，即马信徒开始会渐渐开始使用一寡在即个宗教艺品当中的即个名牌啦吼，像迄个手部会找迄个台湾师傅做帽啊，要用台湾的东仔帽，啊，甚至讲迄个妈祖港口乡的妈祖穿珠仔衫，我家己本身就是落去家做一领珠仔衫。啊，若亲像即个洪天宫，我训练的是四家妈祖，这帽仔呢就爱致台南出名的师傅郭春福老师的这个银帽的作品啦。所以当然啦，这个妈祖的文化伫咧当代社会当中一直咧变动，所以咱其实伫咧进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吼，会当看到是真侪少年人伫咧行吼，真侪人少年人行到庙里去拜拜。其实我来请教到这屏长啊，就是讲在庙内面啊，真侪这桥班啊，也是讲其他庙有啥物青年会啊，一直有真侪少年人来加入，就是讲这信仰妈祖的代志，已经唔是变做是老大人啊吼，是真侪少年人来加入。也安尼，这屏长是安怎看待这款的变化咧？我参与妈祖庙的活动已经20几年。即摆的囡仔伫20几年前到今已经是几个囡仔的爸爸还是妈妈。伫20几年来，真正变化足多。伊在讲我啦。还袂有。即个囡仔，阮会一直想讲地方，吼，咱无爱互即个信仰是有一个断层的。老大人伊的迄个逝去吼，啊囡仔要怎接起来，就开始为囡仔才开始培养。像阮都每一年有2届的冬夏令营，吼，互地方这囡仔吼，透过冬夏令营的方式来接近妈祖，接近这个地方，吼啊，所以每一年每一届大学生拢会设一寡课程来教这囡仔，啊，这个目的是讲要互囡仔知影这个环境就是安尼。来到妈祖庙是来接近，唔是刚来上课，是来接近妈祖的机会。因为有可能一年中间来妈祖庙的机会，有可能是0。因为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来，囡仔无可能来。好，再来就是有一寡囡仔，伊爱活动，爱活动。咱要安怎去吸引你？因为即摆迄个社会资讯上过发达，因透过手机啊，透过一寡网络上的讯息，互因得到一寡较无好的状况。咱就甲这囡仔救起来，培养起来。伊爱活动，咱甲伊训练去桥班。伊爱看册，咱来训练去做解说员，导览员。所以我会从我伫这20几年来。培养这个少年人，就是会去看这个囡仔伊的兴趣、伊的个性，去培养因的兴趣，甚至互因一个发挥的空间。其实，这个少年囡仔其实是咱台湾上界宝贵的一块资源啦吼。在即马当代这个社会啊，这个少年人啊，因是用什么款的方式伫咧荣耀伊所敬拜妈祖？其实咱即摆看到少年囡仔吼，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吼，比如讲对着时代变化，早期伫流行这个练习曲的时阵，大家可能就环岛，那排妈祖去环岛，还是讲这个登玉山，甚至大家就跑妈祖来去爬这个玉山安尼吼，还是讲这个横越这个日月潭，就带妈祖来去横越日月潭，咱会使看到一个真好的现象，就是讲因为这个像他都一行长讲的，20几年前迄个时代，因迄个时代当地的囡仔可能拢是隔代教养的。就是讲因为爸爸妈妈伫做工课，伊的这个自细汉到大汉拢是阿公阿嬷带大汉，所以伊对庙宇可能有一个认同感伫遐，伊会参与庙宇的活动，后来呢，你会阁看到有另外新的方式，新的少年囡仔有新的无共款的变化，可能伊是像即摆做侪囡仔拢是电视饲大汉的，一顿来看，无一定是看电视，较早是看电视，即摆是看网络，手机啊，对，手机啊饲大汉，所以伊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形式，咱即摆会看到讲，真侪少年囡仔吼，伊
甚至伫个即个咱现代的即个即卖现出时的即个教育环境内底，比较较重视咱即个本土化在地文化，所以伊的伫个即个教育的过程内底，伊渐渐的去接受到这物件，产生一寡互动，所以咱即摆看到的囡仔甲较早的少年囡仔可能会较无共，就是伊面对即个社会环境民俗的这个物件无共款，所以比如讲生活娱乐的物件，所以像咱讲为什么伊会模仿迄个练习曲去环岛，模仿什么人去做这个登玉山，所以伊也无共款的物件，即摆咱会看到一个更较趣味的现象，比如讲即摆有即个囡仔，若看到妈祖婆，咱较早看到妈祖婆拢野香就随规咧，对吧？即摆囡仔看到妈祖婆，第一件代志是创啥？先翕相所以你喺妈祖婆那来相机一大堆都年轻人拍照或者是自拍打卡这种情形拢有所以无共款时代有无共款新的物件啦。来讲到咱台湾的宗教活动会当是一个多元而且开放的社会，我也望讲咱台湾的文化会当继续生传落去。特别是讲到这个妈祖信仰，会当是讲全世界全球上界兴的妈祖信仰，就伫咧台湾。那讲做一个台湾人，千万唔通放袂记。所以呢，招大家呢，三不五时到有伫庙口活动，大家拢会当去行看看，无得讲你有无共款的心得哦。今日非常感谢两位的来宾来到现场，甲咱讲遐这个，非常感谢，感恩。主持人，谢谢。讲到这个妈祖信徒是妈祖坚强的后勤部队，大家愿意虔诚，大家来追随，手拿这个清香对着妈祖行万里，大家是心甘情愿笑眯眯。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看这集台湾款了后呢，若准有进香活动，赶紧的大家做伙来去，也继续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多谢，感恩，多谢。